千，利益众生，共火灾生，利益众生，以上破天灾，大家一起来。省艺艺馆隆重举办呢中部全国共火再生大会。那么早上呢，我们有举办盂兰盆法会。那么下午呢1点我们有念佛大会，然后有礼请上会下地长老呢为我们来讲经说法。那么晚上呢，由我们的主任委员上果下清长老为我们主持放大蒙山活动。在这边竭诚欢迎我们朱昌长老法师呢一起来参加应供，也欢迎我们的所有的信众，还有我们彰化所有的百姓亲戚朋友，这位来参加，谢谢大家。这个停车希望讲拢会来停在咱周边的学校咱学校你若把车停好了呢咱有接驳车免费，甲咱接入来体育馆内面那么结束的时阵，咱都会当甲各位送去甲这个停车的所在这拢免费啦。家己祈福为咱过去的祖先咱的亲人老往生的是咱的地基主啦为因呢来做交换这个部分拢总免费拢免费欢迎大家做伙来中华馆体育馆做伙同心同愿做伙来参加这场真殊胜的盛会。真久的广佛再生法会，就要伫咱8月11号伫咱中华体育场来举办。今年是第29档，咱过去拢认为讲7月是鬼月，事实上7月应该讲做吉祥月，做孝亲月因为呢，咱的这个法会主要是为目人救苦开始那安怎来发挥着咱大众的正能量？互咱呢透过安尼法师的加持，共同来祈求，互咱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中华馆这几年来嘛，因为有这个广佛再生大法会，所以呢，咱呢中华馆拢有风无灾，有雨无灾，咱的民众会使讲过了真安和乐利。这一次呢除了讲咱有请到咱的这个慧律大法师来做这个开示。嘛，请咱的这个国亲大法师来甲咱做这个主法相信呢这个精彩可期咱这届呢拢总有6500个这个大法师这个比丘尼、比丘甲咱的这个和尚共同当家做伙甲大家做伙来这个参与这个盛会。咱的这个会众甲咱的这个师傅总共应该有18000多人出动着了5000多的这个志工咱伫遮嘛，这个欢迎咱的这个乡亲一起来共襄盛举这个法会会使讲是咱明阳两利那包括内底嘛有真济这个那个长路排位会使讲免费提供互大家随喜的方法咱若阵这个祖先的超度是讲希望讲请因来听经，会使尽早来登记，咱共同努力互咱的这个8月11号的这个广佛再生会使圆满顺心伫遮嘛爱感谢咱的这个理事长甲咱的这个总干事因登记以来号召着咱足多志工共同来完成这个嘛，利用这机会感谢您我们一起为美好彰化西东城市做为来发表。